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2019年全台急诊就医就高达764万人次，其中胸坎疼大约占急诊病人的5%到20%。因为胸坎疼的原因真多，而且病情的变化紧，无容易来预测，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利用大数据的分析，研发出人工智慧辅助急诊胸坎疼的预测系统，不但能够提升效率，而且降低判断错误的几率，准确度能够达到90%。我们的做法呢，是从2008年到2019年，那总共3院区的急诊胸痛的病人，大概有85200多个病人。那这些数据呢，去把它做一个这个萃取之后，那我们就参考文献用14个这个参数，去成立这个模型。那这个模型在好的条件之下，它准确率可以到90%这样子。那这个目前已经把这一套系统把它植入在我们那个医嘱系统。那这个医嘱系统就是说，病人他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那急诊医师就可以在医嘱系统上直接做预测。那在3到5秒的情况之下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。那这个结果它可以辅助医生在做病人动向的一个决策辅。奇美医学中心收集急诊最近10年来总共85254位病人，并且参考医学文献14项的特征值，用来预测急诊胸坎疼并发心肌梗塞加死亡的几率。目前不但运用伫临床，而且搁伫国际 SCI 期刊来发表成果，行伫国内急诊医疗 AI 的头前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